老闆奶，你話入得咁慢點算呢？我揸住部機喺度影，1分鐘啦，仲未入添。老闆奶，你話咁樣搞法，以後點樣同你打呢？我操，分半都未入到。好啦，時間嚟到2分鐘啦，仲未入添。死得人啦，死得人啦，2分半啦。哦，崩咗。冇啊，廢啊！最終成績為唔合格，3分鐘。